香港電影咧成日都會取景喺茶餐廳，茶餐廳係我哋生活嘅一部分。咁我哋有時拍啲小人物大故事、大人物小故事，都會入到去茶餐廳度去睇緊個角色佢面對啲咩。如果第一下咧，我會諗到譬如月滿軒尼詩啦，佢係取景喺灣仔一間好出名嘅茶餐廳啦。咁啊，湯唯係有飲凍奶茶，跟住張學友又有食一個豬扒包。要凝聚一個張力，我會諗到 PTU 裏邊華哥啊，佢哋個個要執行一個任務，好緊張揾翻密室槍，佢哋上到去茶餐廳嘅閣樓去食嗰個常餐，其實成個氣氛咧係好有張力，好緊張。我又會諗起墮落天使啊，金城武同埋李嘉欣食緊一碗麵，又代表住好多嘅表象啊，好多嘅失落啊，喺裏邊都會揾到。我自己拍嘅時候都會好緊張，譬如我角色。可能佢面對緊唔開心，佢需要啲安慰，佢又可能會揀西多士，因為可能帶俾佢啲安慰，就好似佢哋 comfort food 咁。所以茶餐廳呢個文化對香港電影係好緊要。